而12人輪換裏邊最大殺氣張子宇，正正就係上場時間最少嘅球員。大勝新西蘭女籃之後，中國女籃小組第一身份出線。其實呢一場比賽，張子宇係第一優勢，韓旭係第二優勢，主要係身高同把握優勢。但係就算優勢咁大，女籃主教練龔路明呢一場唔單止冇用過雙塔，甚至韓旭只係打16分鐘，張子宇只係打10分鐘，佢哋加埋26分鐘，甚至仲比印尼嘅29分鐘要少。更加唔好講前一日打韓國女籃嘅37分鐘。表面睇好似真係冇必要打。冇必要嘅背後大概有2個原因：背靠背降低受傷風險，仲可以練下小陣容。始終對手新西蘭嘅球風同澳大利亞好相似，但係強度、速度、技術配合都有唔同程度嘅下降。澳大利亞係呢一屆賽事實力榜第2名，喺 B 組都以12分贏咗日本女籃。中國女籃佢就係要感受呢啲類似澳大利亞嘅硬朗。而如果要發揮2個內線球員嘅高度優勢，外線球員就要學識喺個行進嘅動作過程裏邊要隱藏自己嘅意圖。如果唔係，韓旭同埋張子宇基本上就會被嗰啲繞前啊、包夾啊、偷波啊等等各種高壓防守去圍繞，就會出現接波難。另外，張子宇咧其實有2個方面都得到咗鍛鍊。第一就係未來對手可能都會學新西蘭呢一種防守嗰陣時以弱碰強去做進攻犯規，要學得更加牢練。第二係唔可以只係企喺個禁區邊緣嗰度等接波，亦都要有腳步移動，製造空間。特別係第3節，中國女籃換咗張子宇做正選中鋒之後咧，對手針對佢嘅移動速度同埋個空間嚟打，主要就係要揾佢覆蓋唔到，但係又盡量接近籃筐嘅嗰啲2分，唔得再去揾3分機會。喺新西蘭連追5分之後，女籃增強咗外線防守嘅彈性，張子宇都適應咗裁判嘅尺度，承受住開賽以嚟最強嘅對抗。其他包括仲有楊舒瑜同埋黃思靜都中咗2個3分啦，3分準星係而家女籃最需要嘅。而12人輪換裏邊最大殺氣張子宇，正正就係上場時間最少嘅球員。強對抗嘅比賽裏邊，長輪換係健康嘅保障。小組3戰全勝之後，就要等半決賽對手嘅產生。可能就係日本女籃。